今日咧就好開心啦，可以同高永文醫生做咗一個簡短嘅訪問嘅。其實主要都係想請佢呼籲翻多啲人參與嚟緊星火護心行嘅一個山區體驗嘅探訪體驗嘅活動啦。咁當中學到嘅嘢都好多嘅。首先就係成份主持嘅稿啦、問題啦，其實都係全部自己諗嘅。咁諗嘅時候，可能要睇下點樣可以喺短時間內帶到足夠嘅信息，正確咁樣傳遞到俾人哋啦，同埋當中嘅用字係點樣啦咁樣。咁同埋今日開心係因為呢個都係慈善性質啦，覺得呢個活動係好有意義咯。咁至於有趣少少嘅就係，其實高醫生都好忙啊，佢喺辦公時間內都抽空去接受我哋訪問啦。咁所以時間就比較趕啦。咁大家都比較好急咁樣去做咗一啲訪問，但係出嚟個效果咧都相當唔錯。咁就好希望大家會多啲支持星火護心行嘅活動咯。